来看天到假日，北美的日全食已经伫台湾时间4:53的时，今仔日半暝已经结束啊。也若全部日头风假期是有4分钟28秒。南对墨西哥、北到加拿大，拢有出现冷阵。人阵来看即届的天文奇观，也若后一摆北美大陆会当看到东西花路，当看到日全食，就爱等到2045年啊。这嘛是正中道。美国纽约州尼加拉瓜大瀑布的天色煞愈来愈暗，但真久的民众开始欢呼。当日头一直被看过，天愈来愈暗，民众是更加欢喜。外电报道，这是北美大陆有史以来上侪人伫咧看天狗正日，有几落亿人住伫咧日食大的范围，也有几落10万的游客是专工走来看。It was cool that you got to see it when it turned dark fast and then it turned morning fast. 最尾，日全食自太平洋时间11:07对墨西哥太平洋港市马萨兰开始，一直向东北边行，经过墨西哥天顶的时间上长4分钟半，再来对德州进入美国，经过14个州，结果对加拿大纽芬兰进入北大西洋。Folks, enjoy the eclipse, but play it safe. Don't be silly. 要看天狗食日，目睭就要保护好好。美国太空总署建议，看的时阵要用经过美国天文学会注册认证的保护性目镜。当局也建议民众，请油爱加好满，食的加啉的爱传好好，因为根据2017年的经验，迄当阵真侪人拢要来看日全食，互加油站加到无油，餐厅订房拢总客满，连手机也要充电拢有困难。天狗食日每年拢会出现1、2遍，或者是2、3遍。不过定定拢是伫咧无啥人看会到的所在，譬如讲太平洋或者是南极的天顶。后回日全食会发生伫咧2026年，不过即个呢，格陵兰岛、冰岛加西班牙北部地区看会到。搁在后一回是2027年，会经过非洲的北部，北美地区要看就要等到2033年。不过也即个呢，阿拉斯加看会到2044年也有，到时会经过加拿大西部蒙大拿州加北达科他州。因若美国搁要再看到未看过东西花的日全食，就要等到2045年。公司新闻吴文玲编写。